有时会拄着灾难，有时身体欠安，有时甚至会互人误解。但是伊有来咧讲，因为所有看去的是暂时，所有看去的是永远。伊所看见的是啥物叫做永远？因为当伊看去永远的上帝的时阵，一知会当看见超过世上一切问题。下面有一条歌，那双看不见的神。这条歌，敢若一条头拄讲的，看袂起问题。咱人生成中，咱一直看袂到支手，但是迄支手一直咱的身边，不管咱是简单、身体欠安，甚至向无解的罪，伊会拢会照顾咱。咱做伙来听这条歌，来祈祷，来开始咱今日的对话。恁着感谢耶和华，又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
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就因为伊的性命来看靠，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就耶和华甲伊的关灵常常交叉伊的面。这是咱请赞美团来传咱欧乐。大家平安。虽然今天天气可能有点下雨，不过我们仍然要以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他让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放下各样的愁烦，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
那一位充满盼望的神，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渴慕、寻求他，来到他的殿中，来去亲近他，去与他同行。让我们用下一首诗歌，来敬拜。神啊，我的心切，我迷路前路其谁？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如果我们喜欢用台语来唱这首诗歌的话，我们也欢迎用台语，我们用国语，让我们的心是合一的，我们可以同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我的心切，如你如路前路其谁？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和光，我的感叹相互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的渴慕寻求与他同在。神啊，我的心切，如你如路前路其谁？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和光，我的感叹相互与你。你是我的力量和光，我的感叹相互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和光，我的感叹相互与你。你是我的力量和光，我的感叹相互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让我们都可以更多的来渴慕我们的神，让我们持续赞美。即是咱要来做信仰的告别，信仰的告别，咱做阵来读，你着尽心尽性尽力仰主你的上帝，这乃是我的，也是好学，愿你的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干伊，这种了解是全无法达成你的总门头，我的心爱灵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爱你，你若着安尼三听。
请坐。即时咱要来读启文，我来启，恁来译。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最大羡慕上帝。我相信我相信我捌你，我勉你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甲上帝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不准？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准。你的步步出声，着深烟甲深烟三叫应。总是耶和华，你是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救手术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会对地记起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你着仰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阴光。请咱压头来祈祷。亲爱的爸，阮欢喜搁来到你的殿来敬拜阿罗你，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羡慕溪水一天。上帝啊，阮是软弱的救主，你会当来亲自医治，来带阮行所有人生的路。阮既若有拄着病痛、艰难的时阵，愿主你会当引带阮、医治阮。阮也要倚靠你，伫个每一日的当中，来时时向你祈求，来时时甲主你见着你的面前，来学罗主你。求主你也会当带阮今仔日的所有的敬拜，无论阮所听所见的，拢会当照主你的法度来行，也会当互阮的内心充满主你的疼，有真正平安伫阮的内面。也会当将蔡长老所讲的，就会伫阮的心内，阮会将阮一切祈求，拢伫你的面前献上。阮会伫你面前祈求，拢靠主你的名求。阿门。这是要来学咯。
团客倒来足水的时光。即时咱要来中途主的话，记得伫家己秘书8章8节到12节，我来读恁来听。家己秘书第8章第8节，恁怎样讲？阮是智慧的人，耶和华的律法伫阮中间，看经学师不能逼迫，互伊变做假。智慧的人见笑，惊吓受掠。看因放下耶和华的话，因的心内有无啥物智慧啊？8、10节。所以我要将因的某互别人，将因的田园互别人甚至做业，因为因对第一世甲第一大只，拢一味贪心，对先知甲祭司拢行奸诈宰宰。因清彩依伫我百姓的伤，讲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无平安。第12节，因行学可恶的事，在见笑吗？无，因拢无见笑，也袂红面，因为安尼，因要跋倒的人的中间，因受办的时要颠倒，这是耶和华讲的。即时，咱要请带着落来进度虚假的平安。平安啊，平安啊，平安！用心甲厝边隔壁讲平安。这石头人讲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清彩伊伫因的病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无平安。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过得好吗？你们怎么那么没信心？到圣殿里面有跟上帝讲，我这个礼拜过得好，过得不好，上帝你要跟我过得好，对不对？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刚小柱，虚假的平安，我们有时候非常不平安哦，跟他吹叫，食饱未？你食饭无？来阮兜佚佗哦，咱真正去恁兜哦，你惊死？我食饭无？要买礼花的，我食饱呢。我们经常吹叫，尤其我们有华人世界，台湾人、台湾人吼，就把咱一支喙尔吼，会去来阮兜坐，有就来阮兜，人真正去恁兜坐，我都无用。那足济咧吹叫，一支喙。所以现在告诉大家的话，我们要真实的平安。那个脚比舞弄虚假，你要记住污染兵邦这首虚假的诗，舞弄虚假，假比舞弄虚假。所以我们在开玩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史记真的是真的吗？不见得哦。史记所记载的嘛。都是胜者嘛，已经打赢江山以后就记载，哇，这个国国英明，你看那个多腐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历史，日久见人心以后，盖棺论定以后，历史会给你真相。我告诉你，不见得，只有上帝知道真相。上帝知真相，像我当初我礼拜天连贞节啊，甲拍起来啦。哦，嗨，我从先丢了你安尼，敢欺负我遐忝，你完蛋了。结果别人就我可以拿起来了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这台就绑一个，等一下你看还是绑一个。可是绑起来说真的，这好像也比较漂亮一点哦，感觉上。假舞弄虚假，我们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怎么说？你们有智慧，你做老人做跳，你们有智慧啊！耶和华的律法在哪里呀？约西亚当时找到律法，好高兴啊！叫这些文士赶快把它翻译出来，告诉百姓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结果文士就给他输了，就专在研究律法的。文士什么？舞弄虚假，但以后在污染逼迫，互伊变做假。污染逼迫，
就是本来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本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那个利未人本身啊没有封地，所以你们要将1/10奉献给利未人。就是跟你讲，利未人1/10，我也要1/10。上帝这样讲呢，所以利未人跟文士都要奉献1/10，然后祭司又来加上，祭司也要奉献1/10，那加上法利赛人也要奉献1/10，自己制造很多的话。我们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其实是真的，其实是假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就我们借着查经来知道说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并且他们时代的背景，以及那时候的时代，那时候所做的，保罗先生所说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时候先知所说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所看到的文士，以前叫给他书，其实文士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名称哈。为什么？帮我们翻译，就像我们是读法律的，我们就是以前的律法师，所以我们说念法律的人最喜欢什么？咬文嚼字。现在大家最注重的叫图利罪，有没有找到我的钱都没有图利，那图利罪的方面就很广。就我20年前，我自己不是为谁讲话，我20年前就一直主张要把图利罪废掉，把它定义得清楚一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才是应该处罚，否则公务员动辄得咎，不敢为人民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图利财团跟图利政府不一样，如果为了图利全民，我觉得应该的嘛。我们是来图利大家的，而不是图利个人。甲可以，乙不可以，那是不行的。所以相对的，我们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当时这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他也同时兼任文士。在以斯拉的时代，那个文士解读圣经非常的清楚，将上帝的旨意老老实实、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上帝需要我们的是什么？就上帝需要我们的不是表面的文字。而是它真实的意义，需要我们敬拜上帝，用心灵与诚实敬拜。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敬拜我的、敬拜上帝的，用什么？心灵与诚实与真实，用你的心呢，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文字。所以当时以色列分成2派，一派是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派是撒都该人。我们如果念新约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他是有那种干嘛这些法利赛人给他说，文士跟这些法利赛人很可恶，很虚伪的。耶稣甚至讲得很重的话，就是粉饰的坟墓，表面很光鲜亮丽，里面龌龊龊龊的，里面枯骨一堆。其实耶稣骂的是虚伪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很受尊敬的哦。就像我们对牧师很尊敬，你牧师我是真的很尊敬你呢，所以以后你不用看到。可是我真的是很尊敬你，我真的对以前的老牧师们我非常尊敬，但是我也不否认可能要原谅我在讲他本来不应该这样讲我。我的儿子送去念神学院之后我发现到说，我还是对老牧师非常尊敬，其他自己想。那些人真的是为上帝的事工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接着有一派叫撒都该人，这撒都该人专门在管圣殿，可是专门在捞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圣洁圣殿，有没有？因为专门用圣殿在捞钱今天你们来做礼拜，我告诉你们来做礼拜你们周报一份100块，然后这个当初青年团契有给我们的温度计1张50块，那这个经节1张200块，人想你还借我400块。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来这里，只要你能够来，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只要你能够来一起侍奉上帝，那就是上帝最高兴的事情，也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不要你1毛钱，不要你1分1毛，我们要的是你的心真的在这里敬拜。阿们。
我们要的就是你真的在这里敬拜，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贪图你来了，你们来了很多人奉献很多，我的薪水可以增加。我的薪水被冻结了哈，听说本来明年要增加3%，已经被冻结了。但对我来讲没关系，因为我还可以生活，我没有东西吃，我还可以去阿姨刀吃啊，所以我根本不怕什么。我要的是我们真实的敬拜，我们真的是不要舞弄虚假。我们在讲律法，律法叫妥拉，我们圣经上面都有写一个妥拉就是当时的律法。但是律法有几条呢？有613条，怎么那么多？世界才10条。613条，它是这样子，它是说我们一年有365天，所以嘛有365条说不要，所以你看世界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唔通有别个上帝，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上帝。第二个，唔通为了家己雕刻，第二个说不要雕刻偶像。第3条，唔通为了唔就拿上结果要我上帝呀。其实到第4条才说要遵守安息日是正面的。所以说，人的骨骼有248条，所以有248条是正面的，有365条是负面的，总共有613条，写在哪里？塔木德。阿比论塔木德，其实各位有空的话，其实应该买塔木德来看。塔木德这本书是犹太人到现在都还在看的书，所以你觉得里面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话。犹太人今天到这么强盛，我不否认塔木德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们对宗教的教育比一般的教育更加注重。我在强调，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强大，是他们对宗教教育比一般的教育更加注重。最近有排行榜出来说，全世界5大幸福国家，以色列排第4，芬兰排第1。芬兰很好玩哦。我经常跟我太太在讨论我们家小儿子的教育，我太太就认为他应该接受很多的教育，我就说我们应该学芬兰的教育。芬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芬兰教育是全世界第1名。芬兰教育说小学3年级之前不要给他做什么功课，就是教他怎么玩，怎么开发他的头脑。我们不同啊，我们是幼稚园3年级开始补习，幼儿园3年级开始补习，他们是小学3年级之前不能做任何补习，不能有书包，每天就来。我不晓得谁对谁错了。我想人家有遇到瑞典，应该瑞典也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个学习的国家，他应该给我们一个解答。但相对的，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真的248条骨骼吗？谁有学医的？就我问过医生医生说。大家人都无同啦。我说怎么骨骼会不一样？他说愈老越老骨骼越少，因为有的骨骼是小的，刚出生的时候大概有370条比较成熟一点大概300多条，然后慢慢有的骨头会融合，有的骨头会断掉，就主要的骨头还在。主要的骨头大概有204条，其他的骨头不一定有的会断掉，有的都会。我吓一跳，我不晓得剩下多少骨头。我有时候摸算一算，不晓得有多少骨头。圣经讲说遍地有248条，其实到现在犹太人自己还搞不懂613条是写什么，为什么？太多了啦，他们根本算不出来。所以613条只是个统称。说实在话，叫他们慢慢写613条，他们写得出来，但是。有的都是重复的。我们世中犯的罪，其实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不要守旧约，守新约。耶稣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我来做什么？成全律法。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啦，是要宣传律法。什么是宣传律法？什么叫成全律法？就是说要将律法的精神告诉你们。这律法讲的，马路沙拉活到969岁，我相信。”但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圣经所写的，你要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所以，那个在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有讲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而生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改革宗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就讲说，我不是赎罪，我不是花钱来买我的信仰，我因信，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就可以称义。那从哪里来的？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就这样讲嘛，说没有一个人靠律
律法得生的，因为经常说一人必因信得信，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所说的。所以不是接通律法深受人民重视，但是耶利米指摘他们说文是什么？假比舞弄虚假，有点拗口哦。用台语讲就是安尼啦，讲你武人你爱文笔啦，将假当作真的啦，靠恁家己什么？你们愚昧的贪婪呐！恁家靠较低啊，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将圣经黑白去解说啦。所以他不是说只在了谁，只在这些文士啊，这些经学士、典章书，只在你们哦。你们应该忠实的教导圣经，把圣经翻译好。我们现在不是在抄圣经吗？就我们抄的圣经，有的圣经，你看我们圣经一直在改版。其实圣经在改版，改版只是把有些意思改得更符合现在的用语。因为当时希腊文所写的，其实在我们的里面的文字，有的是表达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在翻译，他们说在翻译非洲的圣经更困难。非洲圣经没有爱，没有福音，所以你怎么翻译？所以很多的翻译他会用比较同义字哦，赶快的去把它代替。但是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意思是在讲什么。所以指代的指在哪里？指在那些先知啊，先知有假先知，有真正的先知。真正的先知下场都不太好，因为讲话讲实在话。我不是预告你们说我们8月30号会做个鸡蛋案，我躲在后面，反正记者都找不到我。有一天我太太回来说，有记者打电话给你，我说都不要回，因为我的电话已经换掉了，就放在家里而已，谁都找不到我，包括总统在内，我的电话都换掉。你们找得到我，你们那也找得到我，现在找不到我。不想鸡蛋案哦，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本身虽然是民进党提名，可是不对的事情还是应该讲出来。鸡蛋案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们提了5项的纠正案，6项的检讨改进，把一些东西的谎言全部扯开来。所以现在所有的疑辩，不管男女，都说监察的报告写得非常的好，调查得很详细。可是我知道也得罪很多人。我们要的是真实啊！我觉得真实才可以凸显，不管是政党也好，这个人也好，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赞美的。祭司应该受到我们的指摘，他指摘什么？你当祭司，你应该好好教导老百姓，老百姓这么尊重你，你做一个牧师，你该受尊重啊！你要不像咱林牧师，伊离开民间教会，佮人放一笔钱互人，迄人我就地到他地下头，够公。所以相对的，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真的应该用我们的心真实的去奉献。升学打成绩，我现在才知道说升学打成绩不像我们打成绩哈。你的报告写得再好，你练得再认真，最后的成绩出来是由老师在最后下一个笔就写成绩了。那说老师，我的报告写这么好，你的信仰不好。升学是靠信仰打成绩。我第一次知道，也有吓一跳。那所以我在总会是我唯一的，我已经讲过，在信仰委员会是唯一的长老，7个神学院教授，7个牧师代表，我是唯一的长老。那他们在提高，说一定要提高待遇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是不是希望你们这些教授，还是说没有牧会的牧师，礼拜天能不能去做礼拜？我的要求很严格，没有呢。神学的教授如果没有受邀去讲道，他们就不做礼拜，就这样不好。你要做礼拜，你才知道说这个教会的情形怎么样，你才可以教导你的学生，而不是每天在那边，你这个信仰不好，那个信仰不好，你以后叫这些学生出去牧会，一定这个人跟我比较好，信仰比较好，这个人跟我不好，信仰就不好。不要这个样子，我们要的是真诚的敬拜上帝啊，而且只在什么？只在你我。我自己要检讨啊！我是被指摘的，所以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假，拢做假代志啦。所以上帝无欢喜，甲先知去压你，讲你这人卖做假代志，讨人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喜欢讲好话。哎呦，老弟兄，哦，你给我烧够好食，阮的囡仔哦，真正好食啦吼。迄是恁弟弟小还是啥物？你弟弟还是哥哥的？
那个我们那是小儿子非常喜欢吃，今天说我吃完了我没有再买了，你别人我再去买。但是相对的有很多东西啊，我们真的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从那个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他拿到那个律法师之后，他看那宝贝呀。哎呀，我交给文士啊，你要好好的翻译出来，教导我的百姓，让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文士就利用这个机会教导说，你们要尊敬我文士，要对我特别好。你家里有什么好东西要拿给我，你有什么好康的好我。为了一面贪婪，这些给串联在一起。先知跟他串联在一起，先知要讲上帝真实的话，结果讲说，哎呦，你这公母高啊，你这个王非常的好啊，你这个国家你先生啊，你什么都不必做哦，王万岁哦。他们说你有没有跟那个赖清德总统通过一通电话？说从他当选总统，我没有讲过一通电话，因为电话关掉了。他当总统多的是人在他旁边奉承啦，不超我一个啦，都不要理我就好。我这个讲话是放松出去的。有时候圣经好一讲好像不太清楚，我真的不希望跟这些大官在一起，我希望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啊，因为我看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好，每个人信仰都比我真实的信仰是真的要什么？所以如果你这边舞弄文笔，上帝会将你灭绝，把改林波动那些。讲的是比较夸张的，会把你全部灭绝掉了，把你的从最小到最大，你们一面的他们，从先知到祭司，你们都虚谎的话，我上帝甚至把你的太太给别人啊，你归乡就让不要啊，好可怕！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所以保罗先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因为这些字句会使人死啊。你如果诸多那些字句，有的字句真的是就像法律哦，法律有两种，一个叫做强制规定，一个叫虚制规定。什么叫强制规定？你上诉要20天，看到要10天，这强制规定哦，你少1天都不行。从收到传票第2天开始算20天，少1分钟都不行。知悉告诉乃论的罪，伤害罪，你知道那一天开始可能是半夜可能是晚上11点50分知道，那一天就算了。6个月，你没有告，差1秒钟就不能再告，这是告诉乃论。好，相对的，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字句，所以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当成字面，我们去解释看看，圣经有没有叫我们要孝敬父母？有没有？当然有啊，你都不敢讲。那个我们现在都隔代教养啊，有一个阿公阿嬷，就是那他的孙啊，他的爸爸妈妈很忙，就把小孩子送到乡下给阿公阿嬷去带。阿公阿嬷就这个做调皮的啦，做作给的啦，就把这个小孩子哦，人家讲我搞作给做歹教，那个上帝注意了，讲到主学，我就觉得我们中间教会，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常会自我反省。以前我们那个大宝在这里上主日学，生好高兴哦，现在都不给他来上主日学，连小宝现在都不能来上主日学，所以我们这次去日式温泉要把他带去，说去玩，其实是要给他去受教育。我们每天都把他带过来，给他放一些宗教的歌曲。其实有一天跟我讲哦哟，那个陈主任现在当国营囝当主任哦，陈贵的儿子陈主任。陈家老师哦，讲那个圣经故事好好听哦，天哪！就回来读诵给我们听。其实我不是讲说陈家人最好，其实我们每个主日学老师都非常好。现在我讲话反正他们都听不到，就像我们刚才有人帮我们打鼓，赵龙兄帮我们打鼓，打得好不好？好。我们有没有跟他拍手？反正赵龙兄你听不到，感谢主，对不对？还好有人照相。那真的是赞美，我们赞美不是为自己高兴赞美，我们为自己赞美也赞美给上帝耶。上帝说你们这个人都死气沉沉，在那边看，好的你们也不讲。真的说我们要来讲啊，所以他就上主日学啊，上主日学以后嘛，要做给人，还是很坏啊。那个阿公啊就很生气，过来，主日学老师有没有教你
叫什么？叫十戒，有啊，这条板有啊。六戒怎么讲？要孝敬父母。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孝敬？可是老师讲要孝敬父母，没有说要孝敬阿公啊。我们这那么生气。我孝敬父母，可是我不孝敬阿公啊。耶稣有没有讲说你要饶恕70个7次？有没有？有吧？哦，有的结婚以后，受日本教育的先生很凶很坏，一天到晚骂他太太，他太太非常温柔，是个基督徒。每次骂完以后，你们基督徒不是耶稣说饶恕吗？他就不讲话，只要拿一本簿子这样看一下，写一下。先生就你看我骂他都不敢回嘴，一直骂一直骂。有一天啊，他骂他太太，骂完了再啪就把他打下去。你怎么可以打我？你们基督徒不是要饶恕吗？他说：“你看看，我饶恕你490次，7七49，你今天骂我是第491次，所以啪我就打了。因为耶稣讲说，饶恕490次以后就可以开始去反击。这样讲吗？还有一点，在主看来千年如一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祷告上帝啊，给我羡慕1天就好。”这个人蛮有良心，他只要求羡慕1天，哪一天？主你的那一天，给我羡慕1000年。不要撕咬的文字啊，还有一个文字啊，每次看到我一直就觉得说这个下去的查经一定要好好去解释。有一个马太福音第19章12节有空的话看一下，前面讲有的人生来是阉人，也就是生来时可能是性功能不太好。有的人是被迫成为阉人，就是像太监一样被迫成为阉人。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冤，这句话，就像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葵花宝典》？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等你自宫完之后，第二页写说，纵然自宫，不也必成功。所以现在要看到这里。这真实的故事哦，有个年轻人，他一辈子立志研究圣经，听到这句为天国的缘故要自阉，他就自阉了。其实这句话是怎么讲？所以自阉就是说，你不要注重情欲的事情，你要放掉情欲的事情，专门为着我而传道，不是叫你自阉啦。因为当初翻译的时候找不到相同的字眼，就把它翻译成自阉。结果那个自阉那个字根本来讲的是说你不要放纵情欲，结果它就真的自阉了。所以所以我们在讲圣经一直在讲说，你们不要看那个字是在讲什么，很重要的文字的假比舞弄虚假，做的是什么？一昧的贪婪啊，我们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泰戈尔讲的。虚伪的真人比魔鬼更可怕。俄国还有一句话，他讲说：“蚜虫吃草，的锈吃铁，虚伪吃灵魂。”虚伪是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很大的不好，虚伪的平安。我们讲什么？你清清菜啊，清清菜讲抵达的别人，我平安哦，平安哦，其实都不平安。你们全天服务的医治我百姓的损失，说平安哦，平安哦，其实没有平安的。其实我看到我们正发老人。那天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应该是好几个月前。那时候他本来要去检查，说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医生检完之后说你年纪已经大了，不要开刀了。然后我心里想，当然很难过，因为看起来就像我的妈妈，虽然我们有个同龄了哦，很难过。后来第二天就讲这边讲那边咯，都不要紧，都看上帝咯。伊讲一样代志，第二天真知，第二天对他，了，第二天讲，你若入来甲我讲一句平安哦，我讲做平安足欢喜的，第二天就平安咯。这个信用，这是人伊教授倒一个对着，倒一个牧师，倒一个有名的报道家对会着。咱足济毋是伊尔，咱足济教会，咱这信用长辈。我若有当时想着，感觉讲足变笑的呢。我今日比起来差足济呢，因为信用实够好。
伊就死拢是真真正正出对伫上帝信啊，足好诶。你讲一句平安，伊甲你平安，你会感觉哇，足令人欢喜，真正诶平安啦！迄平安是真正诶平安，所以亚力讲你们这些先可憎恨的事情啊，你知道惭愧吗？你们一天到晚只是在计较薪水多不多，你知道惭愧吗？你有没有做多少事情？你们真的认真的做事情？你们真的你有使命感，你有浮躁，随便一个人就说你的信仰不好，就把他打最低。我儿子之前被打离婚，说他信仰离婚，或者是就认了，有什么办法？反正你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信仰不好就信仰不好。所以神的作为是什么？就让你们扑倒，我跟你们讨你们的罪。神呢不是那么容易欺负诶，红楼梦。我中间最喜欢看的《红楼梦》，各位看过没有？在座的人大概一半以上应该没有看，年轻人不会看《红楼梦》嘛，哦。一般你们应该会看《红楼梦》的，那种林黛玉那种，说风吹来就会走的那种人，你们大概会看。林黛玉葬花落下来，还要把它埋葬这个种啊，好浪漫。所以我们中学的时代好喜欢林黛玉，好喜欢《红楼梦》。《红楼梦》讲一句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实，假亦真啊。对不对？就讲啦，你若假吼，做当做真诶吼，安尼迄个真诶嘛当做假啦。啊，真诶若当做假时咯，假吼嘛变做真诶啦。好深奥哦，其实也不难的，真诶呢，真真假假有时候分不清楚呢。所以讲你讲平安的时阵咯，真正出对你来先人祝福你，你人发一个平安人，最少带你拢讲平安，对哦。食饱未哦？啊未啦，啊未吼。要受过年的时阵，我讲一个故事，生3个查某囝，到过年暝是讲啊无我来大山我过啊，过一个年咧，红包地咧去到遐，因查某囝爸你食饱未？我讲他死啊，这8点啊，讲还未食饭，搁歹势讲食饱。我来分红包啦，红包分了到第3，讲爸你食饱未？食饱。到第3个查饱，我都不要死。跟他去叫我食饭，就根本就无叫我多坐。我负面对厝里来，就用酒啊泡面食，这叫做我的过年暝。哎，你们在座的有儿子、爸爸在的，然后你说你爸爸在的时候，记得过年的时候不要只有一只嘴巴说假爸呗啊，真的要带他去吃年夜饭。那家己去吹啊，我拢听到无啦。妈妈要带回去吃年夜饭，你也无法度抓回来。我先跟你讲，相对的，我们要真诚的用你的心啊，假爸呗，假爸呗。所以有一句话，反正你们念得饶我不管啊，虚则实之，实则虚，实则虚之，虚则实，实虚虚，虚虚实实。你说不饶我？你看《传道书》第1章第2节这样讲：虚空的虚空啊，人生就是虚空啊，真的假的？假的真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对我的是真的假的，所以自从我当法官之后，我就发觉到说，我珍惜我以前的朋友，可是以后的朋友我有点怕，都是大企业的老板，我认识很多大企业老板，希望跟我认识的大企业老板也很多哎，可是我没有跟他们吃过饭，连一顿饭都不想，为什么？我不晓得跟我交往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搞不太清楚了哎。以前有个电影，这部电影哦，得到金马奖很多奖项，结果票房很差。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没几个谭咏麟演的。假如我是真的，看过人请你举手，我就知道没几个嘛。有空你去看看，这部电影哦是在讲大陆高干的事情，就他的太太自杀，他在狱中过一生，被自杀。假如我是真的。同样的，如果我是真的的话，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我们有看到现在有4集的影片，各位这个影片是值得看，是大陆的啦。这个影集哎，假如我是真的，我们有时候真真假假，以为这个人你不值得你敬重，结果那个人是真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平安享乐，其实是一个祝福的意思。我们说想你撒上香水，手留余香，你要跟人家祝福啊，你手本身就有香味了。所以要对人好啊，你祝福人家，你的祝福会临在你身上，跟人家讲平安，真的跟人家祝福，你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所以不要忘记啊，我们
当初那个基点，我们说宋圣经嘛哦，那基甸会的是用宋圣经开始，基甸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们不太相信上帝给他的预兆，他不太相信最后上帝让他打赢的时候，他筑了一个坛，就是耶和华降龙，耶和华沙龙，耶和华降龙，所以降龙这个意思是意义很深长的，非常美的。所以降龙是告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要有平安，跟他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有平安呢。你们每个人的关系自己要有平安呢，还有你要对自己要有平安呢。你觉得自己没有对自己没问题很好，真的吗？你自己不见得对自己有平安呢，你不见得对自己有平安。我再强调，你自己回想看看，你这个礼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平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你连接上帝，这个平安是连接上帝的，非常的平安。在台北以前的村庄旁边有个村庄，一个小学，那小学的学生大家都非常的融洽，虽然小学学生不多，可是一个小朋友。他因为要帮爸爸妈妈卖早餐，以前生活都不太好，所以他都很晚上学都迟到，老师很生气，你如果再迟到的话，就把你罚站赶出去，不跟你念书，上课都会迟到。不好意思，我帮爸爸卖早餐，卖早餐也不能迟到啊，卖早餐，明天不能迟到，知道吗？知道。结果第二天又迟到。他整个眼睛都气起来了。以前的老师很有权威，不像现在老师也不能打，也不能骂。以前老师哦，你迟到啊，耳朵拎起来，你为什么迟到？站起来！就是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立起来，就旁边小美，突然她的水壶啊，啪就倒下去，就淋得她整个裤子都湿掉了。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看他整个身体，尤其裤子全部都湿掉，说好了，你去外面整理一下，把那个湿稍微擦一下，整理一下，你再来上课。因为他们这班级的向心力很强，他们都到台北来谋职，很巧的，这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两个人同班同公司啊，两个就相恋。就结婚了，就像终身教育有很多在终身教会里面相恋结婚的，对不对？真凶对不对呀？哎，所以相对的，他们两个相恋就结婚了，在结婚典礼上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从我小学5年级我就爱上我太太，为什么？从她将水壶翻倒在我身上那一天开始。”那个老师有参加他的婚礼，班上同学都知道那件事，大家整个裤子都湿掉。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呢？其实那一天我是老师叫我说站起来，我吓一跳，所以我尿裤子了啦。他尿裤子了，结果旁边那个小美看到他尿裤子，故意把水洒到他裤子上去，让他整个裤子都湿掉，大家就不知道他尿裤子。”所以他站起来，这个女孩子真的是救了他这么好的人，他也不讲话，只跟他对不起，我的水倒在你的那个整个身体上面。结果就是因为他尿裤子，小美故意把水倒在他的裤子上，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他是我这一辈子的伴侣，这叫橡皮竹马吧，真实的同理心，这是出于爱。那真正的爱，真正为人着想，真正讲人平安，不是那些舞弄文笔的，这是真正的爱。所以现在有3件圣经节，我们一起来念，让我们知道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我将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想一下，你有苦难吗？绝对有啊。谁没有苦难？蔡崇义，你没有苦难吗？有啊。李明宪，你有苦难吗？有啊。
你以为设个厂那么容易哦？带个公司这么容易哦？宝金有苦难吗？有啊，谁都有苦难啊。丽佳姐有苦难吗？有啊，她连一个人住自己都会怕。可是耶稣给你们的不像是所赐的，他给你们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不但平安，还有喜乐哦。来，第2节来，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便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什么？我的命令呢？命令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嘴巴。出于内心，所以我们9点为什么要祷告？你说我实在没有时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最起码我们带祷的这几个朋友，把他们名字念一次。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众人祷告的力量是上帝必定垂听的。所以我们现在唱一首歌，这首歌我们刚才敬拜赞美已经让我们唱过了。这首歌里面，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心里的感触，圣经其实那是诗篇42节，我不晓得我们的诗篇怎么学41节，甚至42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的心切切渴慕你，如同渴慕溪水。我们坐着唱，你会想到很多次，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找到那种真正的平安。
我们要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求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求赐给我们真实的道，求赐给我们，因为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救赎。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这是咱陪伴心来奉献。请起立并奉献的诗。请咱继续听着吟上吟诗线，请蔡长老替咱祝祷。让你的一生一世都有真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这是我来简单报告。下主日若圣诞轮到的兄弟姊妹，请别担心。消息报告，本日会后咱同款有小组吼，今日要查考的是今日秘书第1章甲第6章。10月12到13，咱有2天1夜迄个野外礼拜，有定的行程、交通、房间安排拢伫咧后壁公布栏，请兄弟有参加的兄弟姊妹家己去看。下季的迄个圣诞表已经发伫咧迄个放伫咧招待的所在，请家己来摕来看。已经完成抄写6月到9月圣经充满我的兄弟姊妹，请伫咧下周会当带来教会认证。咱
10月初六后礼拜自会后，伫咧3楼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有提案的兄弟姊妹会当向中职来提起。10月13，因为本会要去泰安的迄个野外礼拜，迄天本会暂停一届的礼拜，请兄姐教附近的教会礼拜。10月份的迄个伫我的中职是陈国义长老甲陈宝轩执事。具体的交通的部分，请咱继续为着咱身体欠安的兄姐，因的迄个身躯来代祷，甲照顾伊的亲人来代祷。咱今仔日是为郑泽文执事因一家吼。甲迄个郑博文因一家来代祷吼，洪秀琴、郑祖安、郑祖林甲郑泽文因一家，陈慈作、郑伟、陈怡安、郑家乐、郑怡安、吴木恩、胡远瑞、吴允策因的身心灵来代祷。咱即时共款要请叶老师甲咱分享今日的迄个圣经的查考。是来这平安。平安。因即季开始读迄个耶利米书啦吼。耶利米差不多伫约西亚迄个时间开始，上帝话临到伊。迄阵伊几岁？其实18岁尔。18岁时，上帝话就临到伊，呼召伊出来讲。所以伊讲吼，我少年啊，你莫叫我，你不要我还年轻嘛，你不要叫我，不要叫我。神跟他讲，你一定要出去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约西亚我们知道，约西亚他是重新让以色列，他是以色列最后第5个王，所以以下他的儿子跟孙子当王都没有几年了，最久的只有8年，其他好像在12年之间他就被掳了，全部就灭亡了。所以约西亚王一结束以后，大概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所以他当时他就复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把那个圣殿里面那一些偶像全部除掉以后，重新找到律法师开始来宣讲的时候，然后宣讲的时候，隔1年，神就呼召耶利米出来宣讲神的话。耶利米出来的时候，他一直讲说他年轻不要叫他去讲，因为其实他要讲，因为他看到那个异象就是这个国家完蛋了，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他当然非常难过，所以每一个人都讲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假如我们是他的时候，我们已经一直哭了，因为你看到整个国家灭亡你怎么会不哭呢？那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呼召的时候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有讲，约西亚王虽然是一个好王，他统治30几年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王，但是神差那个女先知那个布勒大来跟他讲说因为你敬畏神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因为你看到那个律法师以后，你撕裂了你的衣服，所以呢，在你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是平安。换句话讲，你不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所以他讲说，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那个布勒大那个先知来讲说，那个一定会灭亡。这我们后来会讲说，这个约西亚这么好，怎么国家会灭亡？后来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5节的时候，第5章的时候才知道，耶利米书第5章怎么讲？他说先知耶利米，神跟他讲，你去找看看耶路撒冷里面有没有一个义人，只要有一个义人，我就饶恕这个国家。结果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一个义人非常重要，一个义人可以拯救整个国家，所以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知道那个神要灭那个什么，索多玛的时候，最后求到说有几个义人，10个，那个时候还有10个，亚伯拉罕说只要有10个义人就不要灭他，10个，现在呢降低标准1个，结果1个都没有，所以那个国家就灭亡。
我们读一下啊，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刚刚有讲啊，太长有讲啊，先知先知为了银钱，为了钱然后讲那个意象。啊，祭司为了钱财占卜，为了钱财来占卜啊。好，那个法官呢，就是审判的人，为了什么？为了贿赂来审判。所以圣经讲人讲因大家食甲肥个油光啊，台语安怎讲呢？讲食甲肥个油光啊。所以神他的话要在他们的心中把这些人当成木材，一次把它烧掉。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是这样讲。所以耶利米要去宣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非常难过了，很困难。你要讲这些话，我们知道阿摩斯也一样阿摩斯去跟那个亚罗波安二世，那个时候正强的时候，阿摩斯去跟他讲你这个国家会完蛋的，因为人都拜偶像而且欺负这些孤儿寡妇流贫穷人的血，所以你这个整个国家整个都撒玛利亚充满了血。是以血来建立的一个城市，所以才阿摩斯去跟他讲那个王非常生气说谁叫你来的？他说我在犹大的地方因为神叫我来，我本来是种桑树在牧羊的人，神叫我来，不讲不行不讲不行，就过没几年了，北国以色列就完蛋了，就灭亡了，被亚述灭亡。所以我们看出来所以一个。读那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惕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我念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5章，他怎么讲呢？说邪恶的人住在我子民当中他们设圈套陷害人，好像捕鸟人张开罗网，他们的家堆满了赃物，好像猎人的笼子装满了猎物，所以他们有钱有势，肥胖红润但义工有一个油根他们穷凶极恶，不替无依的孤儿伸冤，不替无助的寡妇主持公道。所以神说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这个国家灭亡。那所以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我们知道，经过了500年的时候，上一次神是派耶利米来。结果他们被掳了70年来回去嘛。这一次神派的谁来？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照样讲这些话。所以照样讲这些话，结果人家也不听，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让犹大这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这一次更严重，上一次70年，这一次2000年。那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一定要常常读神的话语，从中来学到教训神的管教。这个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阿摩书，还有那个哈巴谷这些。哈巴谷里面有讲，虽然这样但是耶利米也有讲，他说最后万国会在西安敬拜神，万国了，所以应该神还会给他一个什么？会给耶西对亚瑟金。它公义的苗根还是会长出来，所以哈巴谷怎么讲？哈巴谷他特别讲说，虽然葡萄树，但伊讲葡萄树无发芽，不发旺，橄榄不结果子，这些都没有收成的时候，牛掉来无牛，羊掉来嘛无羊，就是牛棚里面没有牛，羊厩里面也没有羊，但是呢，我的心呢因耶和华来欢喜。这个是他最后的时候还是有盼望的。这个是耶利米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最后还是神会给我们盼望。虽然那个国家灭亡了，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耶稣来了以后，保罗也特别讲保罗怎么样？我不是爱传的，我叫上帝抓着，对耶稣抓着呢，我不传有灾祸，我不传我灾，我去抓着。所以他到哪一个地方都不会害怕。我们知道这一些的时候。就是将神的话语传到全世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候，就万国在西安敬拜神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成为我们的义。以上谢谢。
就是咱要走甲智慧，袂倒。